哇！各位供緊樓嘅朋友，捱咗3年貴息，終於等到呢日啦。而家 HIBOR 跌到得返0.65% 啫。對於有借錢、有留意利息，特別係供緊樓嘅我哋，簡直係天大喜訊。但對於中意做定期嘅嚟講，就冇咁開心啦。大部分定期已經跌穿2厘以下嘅利息 ，HIBOR 跌到咁低，預計將來定期嘅回報只會繼續向下。咁中意用定期拍資金或者穩穩陣陣滾下息嘅，又有咩選擇呢？首先講一講香港呢幾年嘅利息背景先啦。香港自22年加息開始一直高企，高到點呢？過2年按揭利率係頂晒頂嘅，以 P 減計年息都要3.5厘一年。對比翻21年低息嘅供樓時間，講緊都係1.3至1.5% 啫，差唔多爭2% 咁多。每借100萬，每個月就要貴多1至2千蚊。買得樓借幾百萬都係好平常嘅事啫，唔通下下 full pay 咗佢咩？捱咗2-3年嘅貴息，今日 HIBOR 已經跌到得翻0.65% 啫。過去短短22日跌咗差唔多3% 咁多，終於有得唞下啦。港幣同美金係聯繫匯率嘅關係，相信大家都知㗎啦。所以美元嘅利率係會直接影響到我哋嘅。過往美聯儲加爆完息之後，美金一直強勢，美國經濟又好似好好咁，仲話擔心通脹嘅問題添，搞到美金一直唔跌，息又一直唔減。咁嘅情況下，香港呢邊就算想減都減唔到，因為一減息就會令港幣變弱。要將聯繫匯率維持喺7.75至7.85之間，香港都只有頂硬上。咁點解而家又突然之間大跌咗2% 有多呢？因為香港經濟麻麻，大家早已有目共睹，早就想減息放寬㗎啦。而目前最大嘅改變就係美元跌咗落嚟，因為侵所屬嘅共和黨同埋佢自己本身都偏好弱美元嘅政策，而佢近期嘅關稅對於美聯儲嘅干預又影響到市場對於美元嘅信心。所以美匯指數喺過去半個月嘅時間跌咗差唔多10%，亦因為咁，金管局先至會放水，用1294億增加市場嘅流動性，推低咗 HIBOR rate。咁知點解又點應對呢？外匯嘅強弱、息率嘅高低，從來都係相對嘅。上集我都有提及，市場係充滿住槓桿同埋套息交易，未睇嘅即刻撳入條 link 入邊睇睇啦，好精彩㗎。咁翻嚟港幣有咩關係呢？好簡單，首先我哋都知道美金仲係強勢，美國又未減息。美債嘅利息仲彈高咗少少添，即係話錢放喺啱嘅地方，我哋依然有着數可以拎。所以第一樣工具就係美債啦。美國3個月、6個月同埋1年期嘅短債，今日都仲有4.1至4.3厘嘅利息。如果買企業債2至3年期嘅，收益率近乎有5% 添。而港元同美元有聯繫匯率嘅頂住，就唔太擔心有匯差嘅風險。真係想彈出彈入都得，想揾靚債嘅就上嚟我哋Bond Supermart啦。入邊有國債、企業債、存款證，應有盡有，成個貨架由得你慢慢揀。第二就係各大保號嘅儲蓄類產品啦。過往3年間都出盡法寶，回報一隻比一隻高，回本一隻比一隻快，利息仲話第2、3年開始可以收5厘，收過世添。因為近年嘅高息環境下，令市場不缺高回報嘅產品，所以保險公司就組合得到更加優質嘅 product。但留意嘅係嚟緊6月將會修訂新嘅 GN 政策，政策嘅修訂之後會影響到回報嘅上限。所以有興趣可能係最後嘅選購時間啦。好，我哋嚟到最後一樣啦。唔想有太多管理同埋選購嘅，可以揀債券基金，有唔少都做到每年5至7厘息，每個月分派，靈活性同埋回報都非常之吸引。要注意嘅就係基金平均債券嘅存續期。如果擔心利率嘅風險，最好就係揀3年以內，因為長年期嘅對於利率、通脹、經濟都比較敏感，影響到價格上嘅波動。聽咗咁多，唔知你又揀到未呢？唔識就話冇嘢揀，而家太多又唔識揀，不如玩我哋比較下啦。各大保號、各種債券，甚至乎銀行定期存款都可以攤晒俾你睇，同你萬中選一。入 description 條 link 話俾我哋知啦。香港減息已經開始咗啦，咁高息差嘅水位機會唔係成日有。對上一次有4厘以上，講緊都差唔多20年前，係06、07年嘅時間。下次嘅高息又唔知等到幾時先有，記得 like and share 埋俾朋友，一齊追上高息嘅尾班車啦。拜拜。